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法星社，我係 Jackie。我係 Cardia。到講屬蛇嘅朋友啦，今年咧嘅運程咧一定係比上年好好多啦，可以話喺谷底度反彈嘅，亦都今年會好多諗頭啦，好多計劃啦，因為有亡神星嘅影響之下咧，心思咧會增強咗嘅，諗嘢諗得太多就容易忘記嘢，大頭蝦，所以一定要注意唔好漏咗嘢或者唔見嘢亡神星嘅影響咧會記憶力咧突然間一失魂嘅。健康方面啦，因為有病符星嘅影響咧，會今年出現多啲小病痛㗎，所以一定要注意身體方面啦。今年運氣又好好多啦，屬蛇嘅朋友有粒六星去幫助咧，打工嘅上司老闆會好好提攜同埋讚賞㗎，升職加薪㗎。至於做生意嘅，亦都會有幫助客人會俾好多生意你嘅方面啦。單身者嘅有好多出現桃花嘅機會但係要注意會容易有啲冇水姻緣如果真係揾到合適嘅對象一定要好好把握，唔好流失，穩住感情結婚嘅容易出現外遇所以要謹記小心唔好令到婚姻有破裂年會比上年好好多，但係都要注意8月同埋9月份啦。